喺東京涉谷揸高卡車係一項非常熱門嘅體驗，可以喺馬路上風馳電掣。第一次喺東京揸車，非常之刺激開心啊！準備出車，穿過著名嘅涉谷十字路口，而家揸到1個鐘頭啦，開始要回程，好開心啊！頭先有段咧衝落嚟咧，過呢個隧道咧，我覺得好爽好爽。揸完最後仲有張 souvenir，好開心啊！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玩，咁就要記得帶埋國際車牌，身高必須要介乎150至190之間，祝各位路途愉快。